你们动作给沙团，然后大家来详细解说一下。第一呢，就系慈爱社，可以爱出动有爱心吗？故说呢，几时节这么跟俺们咪骗你嘛？嘿，因为几人都动有爱心，故说大拜吼，底都是准批动都会懒搭呗。我就觉得哦，可以去那边吃零食，好开心的嘛，嘿。冇关系啦，其实嗰種動作就只有天嘅。可以慈愛社，韓國有後來動作嘅手語愛苗，係再過來呢，我就想講哦，可能一樣接送愛去做動作嘅愛心嘛，就是有一點點的，有時候會覺得哦好累哦，這樣子。前面就會台大吉他社，下面係T100就會上去動認真嚟去搞下沙團嘅100，因為。張底下公園的其他嘅學校，還有其他就是不止台大人，還有其他學校全部感染來做下吉他嘅社團，就是都懂成詞，都面色都懂得培育。跟而家可唔可以彈吉他？我呀，我會那個1、2、1。好，謝謝。國中嘅唱茶沙，嗰陣時哦，咪老母卡嘅爸爸媽媽親粉之下嘅起唱茶，後來看到哎呦。學校其實嗰陣時蠻有開始，係衝沙嘅沙種啊。哦，係啦，啊，就因為嗰陣時咧，就有一個參與一個唱茶沙，都係我畢業嘅時節，因為我有讀到係一個正業學校嘅，我畢業時做下專題嘅製作，就自家作為一台吃行茶。哇，啊，再來就係都係太會時節參加一種係內學會啊，啊內學會就開始學到一呢個拍發通嘅一個部分啊，韓國嗰陣時係記得留學長學子，韓國帶定一個學弟學妹去苗栗來去參加一個很多養成嘅發通。哦，嗰陣時開始培養一個主持嘅嗰種能力咧啦。韓國功能消化能力，哎，這樣有聘用成功咧。因為我各種嘅細節挑戰面有講到，我係對個學生會個欣然變做會眾，所以為到勸教個學生個天資，我是非常什麼達標嘅，而判動到台戲嘅法通，所以是冇可以上課。你動作都係先機呢？我為到全世界、全社會人類嘅天資，我個不少，我創作得按用心記出來。係，我咪為到我自己。冇辦法，不惜粉身碎骨。好啦，講正經解釋係因為辦法同嘅世界思維就當團結嘅感覺嘛。韓國有老社團嘅新人幹部強下來打標，一篇打標，然後一篇可能打嘴鼓。自從了下你出社會了後啊，韓國嘛個做跳路嘅世界嘅感覺，當學嘅回憶啦。其實哦，對我來講，印象最深刻係台學嘅世界啦。嗰時頭先我講過嘛，台學人演生一跳舞，哦，嗰時因為台北市辦咗跳舞比賽，所以咧。因為唔啲馬上有限，我哋實踐有限嘅人調起來，唔講你跳經驗性啦，唔講你跳埋風格啦，調10個沙去跳一跳舞。我開始哦，物界上翻全部加入去啊，本來想講啊去參加一下時候咧，冇想到結果喺拼盤性上咯，大家全部都當中意哦，你啲開始要當到好高，跳個情緒當好。那你得到第3名。哇！我之前高中的時候啊，嗰樣是練加講業務上面練跳舞，真嘅練到幾年嚟學呢度。用白講，嗰時候冇基礎啊，嗰個時候我大家一開始去學習做練乜嘅律動，律動就幾年跳空一隻啊，幾年1點鐘都跳空一隻律動，有上時1個禮拜全部空空嘅律動。那嗰樣是記得啊，嗰樣是去學嘅胸脯嘅，按你來蹼起來，要按你下來，蹼起來，下來，按你做得。我哋讀不清喎，按你來可能係有來到都市啊嘛嘅，嗰個嘅一兩禮拜，因為全部都共用嘅律動咪嚇，跟一兩禮拜幾年嚟學你讀，學到像那年笨嘛個平嘅樣嘅，後來就想講啊，先停下來，唔可以練呢，唔可以練呢以後呢，做好嘅呢，做唔係好嘅，唔過然後對於觀眾朋友講，唔假設上一車上學你讀，做用練律動，我俾講，以上言論代表佢自家先啲，代表壓力大家。哦，冇代表大家。咁講啦，既然講到呢律動嘅部分，我相信大家都當上來看。真嘅。好媳婦也要見公婆。music， 沒有 music 是不是？好啦，跟住一隻八拍看呢哈。好啊。我想一下哈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尷尬。你空太挑啦，再多。
穷哈。跟你讲，没有比较，没有伤害。第五团呢，第五团。你刚刚看过了没？你做呀？5、6、7、8，对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做得嘛？高中搞沙團還有太好搞沙團冇強嘅概念嘛，因為高中時較冇錢嘛，時間較有限制嘛，嗰時候太好聽下就玩些時常嚟那邊表演。我看到注意嘅吉他彈唱嘅比賽，可能高中上班的啦，玩太好上班的呀，看到路上有人高中上我募款成方啊，就我們拿下錢好唔好？支持一下。然後嗰度嘅還有因為台灣文化上嘅關係，本來個熟悉個會關注台灣嘅文化，嗰時候一定有嘅經驗嘛，變咗係香牙齒㗎，啊嘛咩喺社團 ING 還在學習更多的東西。真見聽歐巴。沙團 ING 嘅部分嗎？哎，对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边大米一轮？哦 ，OK， 所以真嘅有非常嘅有用到，就是第舞台當中拿麥克風主持一件事情，賣鼓啦，賣鼓啦，拿賣鼓一件事情，因為你都要現場嘅炒嘢嘅現場嘅氣氛啊，哎呀，炒現場嘅炒肉，來，睇個老鼠變到空中，來 put your hands up，耶！停停啊，冇嗎？冇停停嗎？我愛高中3年盤的動作嘅發通嘅，所以是有學到了解嘅能力，像埋嘅規劃啊，某時出行力。系統啊，還有老人溝通嘅能力，所以是非常好嘅用到我提份條路，寫喺客家電視台裡面地陪獨做嘅節目嘅企劃，所以是為了來賓溝通打電話寫劇本了掉，還有因為做會長咩，要當到係機會做啲地界同學生嘅面頭前講會，所以咪要學到主持嘅能力，所以地界奮力主持還有企劃當個咪要當好嘅經驗啊用嘅。奮力主持嘅部分。那今天這2位要結婚的話呢？好啊，是 Q 我嗎？我們不好意思委屈一下艷峰啦，你可以看艷峰好嗎？哎，今天那個李呂聯姻，呂聯姻，親男呀，親男呀，他會喊奶奶想離到想離耶，想離到想離耶，李富聰改會，好啦，唔可以搞。因為恐怖沙就會帶同氣氛嘛，好像呢位主持啊，像嗰啲教學啊，要教小朋友，所以就不用 put your hands up， 歡迎大家嚟到現場，就有嘅熱情啊，嗰種動作。自嗨。係，本來我而家其實我咁樣動到嘅沙團嘅，喺我面就會知道其實動好用嘅，做乜嘅功點哦，因為我有買熱音社的主持啊，什麼嘅。某用嘅主持嘅時間說我是以前那個什麼什麼的社長靠關係，太美了，我把沙中，所以我現在每一個活動說我是什麼什麼社長，就會太尬咗，用拉近跟觀眾距離嘅感覺。應該知道俺用做唔得呢，你當歐巴，一下就會變空啊，歐巴沙中啊，整個漢白要嘅歐巴發通嘅時間咧，做嘅潛力㗎，對面叫做偶像吧沙團，偶像吧，歐巴要偶像吧。高中時真係唔係恐怖沙地做乜嘅，入邊係佢不要以為自己年紀小，不要以為 ING 就係一個。原來高中嘅時節啦，因為高中嘅開學嘅典禮啊，下晝條就係沙團嚟表演嘛。我就看到幾個恐怖沙嘅學長學姐喺蛋糕、勁唱歌、跳舞、喊口號，係想講，原來就係做乜嘅啊？後來當地個唔過人沙團在選社團嘅時候，人按當然規排人嘅恐怖沙嘅人哦，係咪一定係去拜火圈什麼嘅？係咪唔知係做乜嘅？嗰時候跟住想講哇，有時聽一前嚟，跟住想講十八乖乖十八肉熟，唔講啱啱啲嘢啦，啱啱話嗌咩輕一前嘅人，嗰時候想講啲嘢開，嗌啲係咪嘅意思？我可以講他拜火圈。好了嘛，那叫引火神，該係動重要嘅事。因為寶哥每棟西漢嗰種很多女子團體，韓國嘅棟 sexy 嘅舞蹈係啊，你是不是很想加入？我非常想嚟加入，唔過我總得我智障，所以我打手簽好咧。冇啊，人家對面是有隻沙，我今日要學到，為什麼？我今日要學到。兩沙，依確定。有賞，睇上攻。